真侪人会去互诈骗假投资拐去。台北有一个林小姐就哄骗世界，拢是讲要投资加密货币，弄中了88万起，落尾甚至是差一点仔就行底路。警方就提醒对方若讲稳赚，而且是赚几若倍，甚至要到厝甲你收钱，拢要注意，这背面就是诈骗。刑警动员专门出击诈欺犯查某路。趁查甫人酒车经历前后包围，抓到诈骗成员。两个案件的被害人拢是伫加密货币骗局，花光钱拢无了了。即马佫确实有一位林小姐出现讲出凄惨的经验，连续哄骗失败，损失约88万，干那假投资就占3败。我就跟我们会计姐姐说，我现在去13楼，那我跳下去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我们会计公司的会计姐姐就跟我讲说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想不开，你就当做你做3年的志工。伊摆想要自杀，伊几啊摆伫社群平台互社群的网友订到，一开始讲工作、讲日常，像朋友共款的关心，伫友情关系了后，才切入主题，声伊投资太特别。警方示警，除了条款的高报酬、稳赚不赔，这句话也是诈骗的关键字。高报酬啊、低风险这些的字样啊，或是稳赚不赔的，或是到家取款的，这些绝对是诈骗。国内诈骗泛滥，尤其受害假投资案件数上侪，其中的加密货币毋但互滥用作为诈骗，更加正做洗劫一大工区。道证当前有产业联防的通报记者，也毋过加密货币业者讲，要成功砸落来这的钱，其实有难度。法币进来到虚拟货币出去，有一些案例我自己个人所接触过的，但是5分钟内的事情。如果系统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就发现这个入金，这法币的入金是有问题的话，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拿不到。面对诈骗的问题，为修法查缉宣导，相关单位已经采取行动，也毋过到目前为止，诈欺伫台湾犹原真猖狂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